那个钱师哥，你怎么回学校了？我偷溜回来。那个小师弟呢？他不在啊。不在啊？啊，行，你忙。哎，蒋振涵怎么了吗？没事。师哥，蒋振涵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是那个啥，是 XV 公司出事了，说他们的软件密钥被泄露了，说是咱们学校的实习生，也就小师弟，呀，也不知道谁把这事儿捅到网上了，整个行业都知道了。来，坐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现在网上啊，有一个点赞上万的帖子，看见没？这不，说是小师弟抢占同事的资源，窃取公司的资料。还什么模仿抄袭前辈的模型？最主要的是，行业大佬要封杀他。不过这事儿已经处理了，学校和那个 XV 公司已经联系了，史教授也过去了。你别着急。师哥，我先走了。不是，你。我刚才看到蒋振涵出事了，你刚刚急着出门是为这件事儿吗？蒋振涵泄密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小希，还好吗？夏姐，什么情况啊？啊？妈，蒋振涵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啊，这次没得商量，你马上分手。什么事儿啊？别装，全网已经铺天盖地了，你会不知道吗？窃取密钥，泄露公司信息，这个人在行业内已经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了。我在北宁做电子商务的朋友告诉我 ，XV 公司的高管亲自运作。他已经被全行业都封杀了。妈，我相信他。他没有任何前途了。他在高中做的那些事情，就已经说明这个孩子是个急功近利的人。所以他今天做的这一切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呢？啊？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，妈，你不要管了。我是你妈。我就有权管你。妈，我已经成年了，我也有自己做判断的权利。你真的是长大了啊！妈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是现在，我想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人，而不是你塑造出来的样子。这条路，它是我自己选的。就算未来遇到什么挫折，我也会自己努力扛过去。妈，蒋振涵，如果真的没有了未来，那就我来养他。行，你先想好自己怎么养活自己吧。